14颗电池怎么并联呢？因为要变24伏特，它每一颗3.7伏特，电要变大，要串联，你说如何串联呢？串联的话要头尾，那2个一组，然后再头尾，总共有14颗就4组。哦，不对，14颗了呢，那不是5组了吗这样7组啊，14颗应该7组啊，没2颗一组，14颗7组。我们再想到那个3呢，1、2、3、4， 14个，不对，3、4、12个，12个再加上外面这2个，14颗电池。哦，每一颗都3.7伏特了呢，创造20几伏特的电压，这怎么算出来的？一颗3乘以14的话，40几了呢。24伏特是怎么算出来的？总共称重3.8公斤左右。哦，力道很强，可以调电压、电流。这个电池你看有凸出来是阳极，有平的是阴极，那2个一组，你看左边2个凸阳极正极，右边2个是阴极负极，左2个正，右2个负。你看它紧邻的又是正，紧邻的又是负，有正有负，按2个一组。那你看12个，后面又加了2个，创造24伏特。哦，12个再加外面2个，电池这么大，创造24伏特。每一个充电电池都是3.7伏特的。